Hello，今日嚟到國際花城，帶大家睇一套舊房升級改造嘅案例。嗱，做嘅呢種法式中古風，面積咧係80平嘅，本身咧係2房，咁依家咧就將個客廳去客廳化，做成咗3房，半包花費7萬幾個 W， 一齊睇落去睇下劃唔劃晒。首先入門口，利用呢個位做咗一個簡單嘅小鞋櫃，因為一個人住，所以咧唔需要太大嘅鞋櫃。然後連住嚟呢邊，嗱呢個位本身咧呢個位係一個房間嚟嘅，就改成咗一個客餐廳嘅位置。後期呢個放張圓台啊，非常之劃晒。跟住利用打唔到嘅飄窗，就做咗呢種飄窗櫃，因為下邊係打唔到嘅，但係整體睇起身咧係好好睇嘅。因為佢係有一級噶嘛，咁上面就做咗一個大櫃桶啦。然後到呢度廚房，如果你唔中意3聯動門，但你又想接埋一邊，可以參考呢個2+0嘅廚房門。嗱，平時咧係2道門嚟噶，關起身，但係佢又可以收埋一邊喎，可以收埋喺側邊，做出3聯動嘅效果。然後入到嚟後邊咧係鞋櫃嘅位置。就利用呢個位做咗個冰箱櫃冚入去，然後炒、切、洗啱啱好，麻雀雖小，但係咧功能齊全。後期將洗碗機呢啲拉籃一裝，非常之靚啦。咁我哋有冇見到地面用嘅呢種600乘1.2米嘅木紋磚通鋪，魚骨紋嚟嘅？咁有冇睇到呢個？呢個係本身客廳嘅位置，我哋將佢改成咗一間臥室。一個法式對開門打入去，有少少邋遢。其實入邊咧係可以做間房嘅，跟住咧入邊間房咁仲有一個作用喎。我哋如果打晒呢啲門啊，因為呢度呢4個門係全部可以打得開嘅，呢邊打開，然後呢個門再打開，咁睇起身咧就成個客餐廳係非常之闊落噶啦。咁再睇翻呢邊咧原本係客廳嘅位置。我哋又將佢改成咗主人房，你冇聽錯，客廳唔要，整成主人房，非常之劃晒。因為個陽台係留俾主人房嘅，做咗呢種落地推拉門，一打開幾通風啊，幾舒服啊。然後呢個位就放洗衣機，呢邊咧就放翻一張米8床，又好睇又實用。跟住咧唔做衣櫃，因為後邊嗰間房就係攞嚟做衣帽間噶啦。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實用啊！呢個 idea 真係嚟工，覺得呢個業主真係懂生活嘅。然後睇到啲未？呢道門啊，係做嘅呢種法式嘅造型門，呢個業主自己買嘅。而且有冇見到呢個房門啊？係比普通嘅房門係大啲嘅，正常房門係90啊嘛，呢個有1米嘅，非常之闊綽。咁再睇翻呢邊啦，呢邊就工位啦，都配翻呢種法式嘅門。入到嚟就簡單佈局啦，浴室櫃、沖涼、馬桶，跟住唔需要做乾濕分離，非常之好搞衛生。然後啲牆磚啊，牆磚睇到未有？都係做咗呢種內冇石嘅效果，就整體睇起身就好舒服。咁仲有一間房，呢間房啦，呢間房打開晒，入到嚟睇。呢間房因為個飄窗打唔到嘅，就利用呢個飄窗做咗一個呢種帶床架功能嘅榻榻米。然後呢邊咧就做咗一個櫃，咁床架功能你見到呢啲櫃桶啊，超級大隻啊，好大件噶，可以行李箱都放得入嚟，跟住成個可以掹出嚟，又可以推返入去。咁做咗呢種排骨架嘅榻榻米咧，又通風，又唔擔心話啲反潮發霉。再利用呢個位做咗一張書台、書櫃，然後呢度咧做一個大衣櫃，全部做掛衫嘅。然後再配埋呢種特色拉手，非常之劃晒，好似咁樣嘅戶型，咁樣嘅風格，半包花費咗7萬幾蚊，包含咗拆蓋。你睇下呢啲效果，劃唔劃晒？中唔中意？我嚟工裝修記得揾我。